台南傳統氣氛霓虹拱門加上椰林大道，中間則是鳳凰樹意象。文化中心與草飛火影像設計團隊光滿樓推出節慶主題藝術創作《南火之誕》，包括椰子樹的椰子是用燈籠去做的，然後還有最前面的入口的拱門也是用台南的字樣，然後可以讓大家去輸入螢幕的字，然後讓大家一起就是祝賀台南的節慶，然後或者是想要告白也可以，或者是想要對文化中心未來說的話也可以。除了裝置上滿滿的台南味，文化中心志工和市民也加入共創，成為作品的一部分。民國73年啟用的台南市立文化中心，面臨設備更新、空間不敷使用等困境，目前步入大規模整建，文物陳列館、原聲劇場已經休館搬遷，預計將從115年3月底整修到12月底。至於最晚整建但影響也最大的演藝廳，將從116年1月份閉館，預計117年底重新問世。藝文展覽它的確會因為演藝廳關閉的關係，其實它是會受到影響。那所以我們現在其實也因為前陣子也重新整理過歸仁文化中心，它也有演藝廳。然後明志文化中心它其實也有演藝廳，那所以我們現在也有把相關的一些表演活動，就是分流到不同的一個場館當中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事實上也在思考就是戶外展演的一個可能性。文化局表示，台南並沒有其他可以容納那麼多人的演藝廳場館，客群一旦流失，要花更多力氣把觀眾找回來。為此也規劃透過節慶邀演，把大型劇團找進來，陣痛期不可免，期待更好的空間出現。記者周懷談的報道。